今日咧都講下我哋嗰個課程嘅內容啦。咁喺內容上邊咧，我哋會分咗兩部分嘅。咁我哋咧今日開始嘅時候咧，我哋會先介紹有唔同嘅幼兒歌曲啦，同埋一啲幼兒嘅樂器啦。咁亦都咧，我哋都會簡單都會講下咧，其實尤其是我哋 Tina Music 啦，我哋學校啦，其實有啲乜嘢嘅創意嘅教學法，同埋一啲嘅教材，同埋我哋可能都會利用呢一啲生活上嘅物件啦，係啦，或者一啲音樂嘅書籍啦、教材啦，咁咧會係運用喺咧我哋嘅課堂裏邊嘅。咁可能大家都會問啊，咁我認識咗呢啲同我哋今日會講嘅，特別可能係 LCM 嘅考試啦，或者係維也納嘅兒童嘅證書啦，其實有啲乜嘢嘅即係關係咧咁樣？咁因為咧，其實喺嗰兩個嘅考試裏邊咧，其實都好涉及我哋會用一啲樂器，或者可能甚至乎咧一啲嘅對答，或者佢喺演繹樂器嘅時候咧，其實佢都會運用咗一啲嘅知識咁樣。咁呢一樣嘢咧，都好想同大家去講多少少，就係我哋日常嘅教學咧，點樣可以慢慢令到我哋嘅學生啦，佢哋咧可以都進入 ready 啦。到佢真係要去考試嘅時候咧，佢哋都能夠好有信心、好自信咁樣咧去迎接嗰個考試。咁之後咧，到禮拜四啦，第二日嘅時候咧，我哋會講多少少係維也納嗰邊嘅一啲考試啦。另外就係都會成為我哋本校認證嘅維也納導師，其實嗰個方法同埋好處，甚至乎咧我哋亦都會比較咧兩邊嘅，即係 LCM 同埋維也納嗰邊。咁其實有冇啲咩分別嘅咧？或者兩個嘅考試其實佢哋各有嘅所長係啲乜嘢咧？咁我哋都會同大家多少少分享嘅。咁之後亦都會有一啲嘅音樂嘅活動啦，或者教案啦，會再同大家講多少少嘅。咁呢個咧就係我哋呢兩天嘅內容，而係真係透過多少少咧係一啲唔同嘅樂器啦，係啦，或者好似睇圖片裏邊，可能相片大家都見到啦，佢可能拎起個水果有唔同嘅形狀，甚至我哋有啲蛋咧係啦，咁可以喐下啲沙蛋。咁呢一啲咧都係令到佢原來有呢啲聲音，佢可以咧去理解。好，相信咧即係各位老師們啦，或者家長啦，大家都會認知到咧其實有邊一啲嘅樂器咧都係好適合我哋嘅幼兒啦，係啦，你嘅小朋友啦去運用嘅咁樣嘅年歲咧，就3至6歲咧係比較合適啲。咁另外就係分 stage 嘅1、2、3啦，咁樣咁係考試形式咧係錄影嘅，同埋咧係有分3個部分嘅。咁可能老師都會問咧究竟我係應該幫小朋友報邊一個 stage 咧？咁我哋稍後都會講多少少每一個 stage 咧其實都有少少分別啦，咁樣。咁但係最主要嗰個考試嘅部分個內容咧都係呢3部分噶啦，即係第一咧就係英文嘅對答啦，第二咧就係佢自選嘅歌曲啦。咁但係當然佢唱歌嘅時候咧唔可以就咁仔去唱啦，即係頭先大家都講就係個律動啦，好重要啦，佢要點樣去聆聽音樂做一啲動作。咁另外咧冇錯係啦，大家好。咁咧唔一定。冇錯啦，咁因為有其他樂器噶嘛，係啦，即係其實 Rainbow Bells 啊，或者譬如 Stage 1、2嗰啲咧，通常咧都係用 Rainbow Bells 啊、Gospel 啊，即係呢啲咧比較容易啲 handle 嘅樂器。咁至於你話 Stage 3咁，可能可以用鋼琴啦，甚至乎你用其他嘅一啲即係樂器都得嘅咁樣。咁申請嘅方法咧都有幾樣嘢要提供啦。咁首先第一咧就係你嘅申請表啦，咁樣。咁申請表可能都係提供一啲嘅個人資料啦、資歷啦咁樣。咁另外咧即係大家可能都有機會咧係需要提交，譬如你喺其中一節嘅音樂課裏邊啦，咁成個嘅過程係點樣咧？可能係一啲嘅片段啦，咁樣教學片段啦。另外或者咧亦都可以咧係即係文字上咧，譬如一啲嘅 session plan 啦，即係一啲嘅教學嘅內容啦，係啦。